国内诈骗的案件掠袂离，逐工拢有人互骗去。内政部推出打击诈骗的仪表板，敢若昨一天财损就超过4亿，昨日甚至是超过5亿，逐工的损失拢是几6亿的起跳。预估今年全台湾诈骗的金额恐惊会超过1000亿。 你是怎么联系的？手内真侪张汇款单汇对象拢无共，请写字的老阿伯坚持讲是嫌欠少，警方赶到现场点破伊的白贼话，伊才总算老实讲。有没有要投资啊？你是要投资对不对？ 又阁是相信假投资，台北这个80多岁的老阿伯，坦白讲是为面册加入来的群组，准备开15万买股票，相信讲会当有高获利。警方一直苦劝，才成功甲挡落来。获准同意下检视手机对话记录，确认为假投资诈欺手法，成功消弭老翁汇款念头。 早起逐工拢有真正真歹防，哪吒成功的加减少数，为官方推出的打诈仪表板，会当看出咱国内诈骗问题到底有偌严重。新上场的这项系统为受理件数、财损金额、诈骗手法的前5名，逐工定期更新，拢会当看现现。敢若车衫的财损，一工就有5亿外，车匙甲检一丝啊，嘛有4亿外。啊，毋过单日损失的金额拢是以亿做单位。推算2024年，全台湾诈骗财损恐惊会突破1000亿，甚至更加悬。你说自己会有落差，其实我们来看是应该统计方面的一些角度不一样了。所以我们这次就把所有只要165的资料会去勾稽依法报案，然后我们把所有的诈骗数据做更完整的呈现。所以你们现在所看到的数据其实是比较真实的，而且也比较具体的。打在仪表板的数据，加官方较早公布的历年诈欺统计加几落倍，警方回应，以往公布的敢若刑事记录表的资料，两个唔知有争差。不过无论如何，诈骗犯罪这严重，伫全台湾拢有，安怎有效打击，才是目前赶紧爱做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